水資源教育中心呢，係一個好似被遺忘嘅教育中心，好少人嚟，但係好值得大家嚟。家長一定要帶小朋友嚟，等佢認識到水係點樣去到每一個家庭。好啦，點去呢個水資源呢？就喺呢個港鐵嘅天水圍站。咁喺呢個 E1 出口或者呢個 E2 出口。咁如果喺 E1 出口呢，就可以坐呢個輕鐵嘅705；喺 E2 出口呢，就可以坐呢個751。咁啊，去到呢個天湖站或者呢個銀座站落車。咁呢個係天湖站啦，呢個銀座站啦。咁我覺得就銀座站好啲嘅，因為如果你銀座站落車咧，要行過呢條馬路，咁啊沿呢度行翻嚟呢一個位置咯。咁如果你係天湖站落車咧，咁你要經呢條天橋咧，咁行過去咯，咁樣去咯。咁兩邊去都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坐巴士咧，可以坐呢啲276啊、B2P 啊、960幾啊啲行。咁呢啲就喺呢度附近落啦，呢度附近落啦。咁呢個搭輕鐵就應該方便啲嚇。咁由呢兩個輕鐵站行去咧，銀座站行去咧，大概係5分鐘到咯。水資源教育中心是由水務署運營的一個全新教育中心，向公眾免費開放。這個教育中心提供了一個集娛樂和教育於一身的親子活動場所，讓參觀者可以透過遊戲親身體驗水循環的過程，從而學習認識水資源的重要性並珍惜水資源。中心佔地超過720平方米，設有12個展區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立體球螢幕影院。這個影院利用立體影像技術，將與水資源相關的資訊生動地呈現在觀眾眼前，讓參觀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水資源的重要性。透過網上預約的方式，有效地控制參觀人數。這樣的措施有助於確保每位參觀者都能夠有良好的參觀體驗。水資源教育中心能夠為參觀者帶來難忘的親子體驗，同時提高他們對水資源的認識和珍惜的意識。地址：天水圍天柏路20號水務署天水圍大樓1樓及2樓。電話：31882941。開放時間：星期1、2、4至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，最後入場時間下午5時30。